在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妈对我上好，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互我。伊嘛定定带我去幼稚园，看人咧佚佗，看人咧办公会啊，看人咧买相册。伊定定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啊读册，毋通大汉像恁老爸啊遐尔啊狼狽哦。在迄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妈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大汉了后，才知影阿妈的话。我会甲永远藏伫心肝底，想到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定定拢会互人真难忘。时间一分一秒咧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定定拢会想到伊。阿妈，你即满伫倒位？阮咧叫你，你敢有听到？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到？阮咧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妈，你即满过了好无？敢有人咧甲你照顾？希望后世人，阮阁会当来互你听，做你永远的孙仔，阁叫你一声阿妈。